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区造成死亡的人数是继续在增加，已经超过2万人。以色列继续轰炸加沙地区，那哈马斯的领导人是为着新的一波休战协议走去埃及，不过并无讲出结果。联合国的安理会是主张讲爱赶紧延长人道救援，而且爱暂时停火，也毋过这个动议的投票嘛延后。炸弹伫眼前落来救护车为情运当中紧紧撑过，死神逐工拢会来。以色列对加沙轰炸无停过。哈马斯卫生部门表示，以下冲突之下，加沙死亡的巴勒斯坦人，到即马已经超过2万。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紧急而且延长人道援助的暂时停火，动议投票搁一摆被延前。美国高度在意，讲到停止敌对行动，互联合国负责检查卡车来确保运送确实是人道救援物资。安理会成员继续真紧张谈判，将投票延到日一早起，来避免美国搁一摆投票否决。美国总统拜登表示，应急放出无这么紧。There's no expectation at this point, but we are pushing. And your reaction to 20,000 dead in Gaza, that death toll likely to be reached today? It's tragic. 伫这时阵，大部分住伫卡达哈马斯领袖哈尼亚率领一个高层级的代表团去开罗，为埃及所讲的新一波休战甲真一交换来谈判。根据熟悉人士讲法，这摆的会议无结果，哈马斯无愿意用临时解决方案来讲战争。因的立场依然是伫最后停火进程未有交换通讲。埃及表示谈判会阁继续，虽然这过程真艰难，而且要真长的时间。公视新闻，恩文玲朋友。